弟兄姊妹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利未記第6章第1節至30節，主題係獻祭的步驟和規定。作者喺利未記第6章繼續指出祭司獻各種祭禮嘅職責。如果有人犯咗盜竊、欺詐，又或者發假誓嘅罪，嗰個人就要償還對方嘅損失，另外加上1/5賠償俾原本嘅受害者。祭司要替嗰個人獻上一隻毫無殘疾嘅公綿羊。祭司要喺上主面前為嗰個犯罪者做過嘅任何一件過失去贖罪，而犯罪者嘅罪就可以得蒙赦免。另外，燔祭嘅牲畜必須要喺祭壇上面焚燒，而祭壇上面嘅火要唔停咁燒住，火種唔可以熄滅。祭司要每日清晨去清理祭壇上面嘅灰，同埋將祭灰帶到營嘅外面處理。至於素祭需要用細麵、油同埋乳香調製，祭司要攞一啲出嚟焚燒，用作紀念，其餘冇攞去焚燒嘅就可以俾祭司享用，但祭司要喺院子裏面食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利未記第6章記載，祭司要喺每日清早嘅時候清理祭灰，同埋將祭灰帶到營外處理。咁你有冇每日檢視自己，有冇得罪上主嘅地方呢？